没有很臭啊。有洗脚吗？怎么那么开心又洗了？大家好，我是鼠命，然后很开心可以来这边唱歌，然后位置都是开放的，想睡觉的时候可以躺下去睡，我会尽量唱安静的歌给你们。今天也会唱一些比较很少唱的一些创作歌曲，第一首序。